李浩然議員。多謝主席。咁咧就我哋知道，我哋機場咧喺即係各個層面嘅客人咧嘅服務咧，都係一路進步，都係值得表揚嘅。咁但係咧喺即係局方嘅主體答案當中咧，主要睇到一啲嘅貴賓室啊，或者係呢一類嘅高端嘅服務咧，主要都係通過航空公司啊，又或者係其他啲機構，例如信用卡嘅指向一啲定向嘅客人。咁會唔會喺一啲即係不定向嘅客人方面可以做多啲功夫？即係話佢未必係坐專門係用翻自己坐間航空公司嘅嗰個貴賓室啦，又或者係可能佢唔係某啲信用卡嘅會員啦，而係佢就咁即係希望係用一啲嘅比較便利嘅出入境啊，又或者係舒適啲嘅一啲嘅服務，一啲嘅不定向客人方面可以加強呢方面咧，尤其是對於一啲可能係我哋而家推緊跨境嘅，特別係粵港澳大灣區裏邊嘅客人咧，其實似乎係顯得尤為需求係大嘅。唔該，主席。局長。為咗乘客或者係訪港旅客喺機場嘅體驗咧，係能夠做到係可以提升喺呢一方面嘅嗰個質素咧，一定係我哋去維持我哋香港國際機場作為一個國際航空樞紐喺客運方面咧係不可或缺，亦都係好似我喺主體答覆咧係一個我哋嘅致勝之道嘅。咁其實咧，我諗我哋最近咧，無論喺出入境嗰方面咧，我哋都知道係因為隨住旅客多啦，咁喺出入境個安排嗰度咧，其實係一路不斷咁樣去提升。咁最近喺國際個專業航空運輸機構 Skytrax 嘅年度旅客意見調查裏邊咧，都特別咧係入境處都贏得咗2025年嘅全球最佳機場出入境服務大獎。咁所以我哋喺呢一方面咧，一定會結合部門啦，同埋機場管理局啦，就喺提供一啲通關便利啊，或者係喺佢就算唔係用緊貴賓室以外嘅一啲嘅旅客嘅體驗咧，我哋都希望會盡量可以照顧得比較貼心啲。咁其實亦都有一啲多元化嘅措施嘅。如果譬如佢哋咧未必係用緊一啲航空公司嘅貴賓室咧，但係而佢哋係有啲特別嘅需要咧，我哋都會有作出一啲嘅便利嘅安排。如果係一啲比較經常訪港嘅一啲旅客，咁甚至佢哋係可能預先咧已經係同入境處作咗一啲特別嘅安排咧，咁其實咧都會可以享用一啲自助出入境嘅服務啦咁。而機場管理局咧整體咧亦都咧係好廣泛推廣咗一啲透過人面識別嘅呢啲咁樣嘅自動係容易過關，同埋咧係就住佢哋嘅行李咧去提取嘅一啲安排。咁就其實係想令到好似回覆議員咁講，係比較彈性啲。同埋係以人為本咁樣咧，未必係將成個嘅體驗淨係一啲貴賓高端旅客先能夠享用，而係喺其他廣泛唔同嘅旅客咧，佢哋嚟到我哋嘅機場咧都能夠感受得到。多謝主席。